本集嘅參加者必須喺2個星期之內收集3個徽章，就可以成為最強嘅 Running Man 啦。睇下崔世安哥今集可唔可以挑戰成功先？想要過第一關，安哥就要收集澳門市民嘅意見。成3個4個3個3個。各位朋友，嗱，收到你哋嘅信，我哋亦都好明白，大家希望我哋反映呢個意見。好嘢，先拎到聽民意勳章。第2項挑戰就要證明參加者嘅勇氣。越多就越多嘅喎，佢話個問題，好多朋友同我講好難嘅，但係難嘅我都希望去做。夠膽迎難而上，抵你拎到敢承擔勳章嘅。終於面對第3個任務，就係要迎挑戰啦。人才短缺嘅一個情況，經常都請唔到人嘅。揀客拒載呢樣嘢對澳門個影響咧係好大。盡快解決翻我哋後生仔嘅居住問題。當下我哋面對嘅問題，既有歷史留下嘅，亦有發展過程中遇到嘅新問題。同時喺未來起高望遠，亦會有新嘅挑戰，但係絕不逃避。Challenge completed。我定當不負重託，不辱使命，以謙虛同埋感恩嘅心，而負擔起大家俾我呢個重大嘅責任。再一次衷心感謝大家對我嘅關心、支持、幫助，多謝晒。